台湾今年大概有4万人中风，其中呢有7成患者会出现中重度肢体障碍，生活是需要别人照顾。为了提升这照护品质，有民间团体甲卫福部中华老人养护中心，邀请志工护理人员穿特别设计装备，体验身躯不方便的感觉，希望用同理心来理解患者不方便。 护理人员甲养护中心的职工，脚甲手拢穿特别设计装备，体验中风患者身躯无力、无受控制感觉。生活中基本的穿衫、食饭、行路，拢爱倒仔来。感觉非常的不方便，而且佫足重的安尼，行路都袂轻松，而且身躯有受限，所以感觉袂遐灵活安尼。 照顾者会觉得说奇怪，吃饭这么简单的事情，怎么会变得就是如此的缓慢？就是因为他失去的是他的惯用手，所以就是更要去体谅说，就像个小孩子，他慢慢的去训练他吃饭的能力这样子。 根据台湾神经学会统计，台湾今年大约有4万人中风，其中有7成的患者会出现中重度的身体障碍。风道基金会甲中华老人养护中心举办体验活动，希望会当理解病人的感受，提升照顾服务的品质。我们感觉讲这体验的课程，其实对民众来说，他的感受会很深。那对于大家咧设计这服务啊，吼，会互老人的这服务的时阵吼，会当帮助就侪。 咱会使体谅伊的无方便，来给照顾伊，来体谅伊的心情、伊的感受，然后来用更好的方法来去面对伊，来去照顾伊。风道基金会表示，因为生活形态甲环境变化等等的原因，即阵脑中风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。这边的体验活动，除了希望大众了解中风病人的处境，嘛希望民众会当重视家己的健康。若是行路袂知、面部筋肉无力、身体的麻等等，拢有可能是中风症的症头，爱赶紧去互医师看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